中国宣布8月中要甲印尼伫台湾东部海峡通航演练，印尼上新的回应讲，毋是作战性质。印尼有渡船渡火，船顶100外人拢平安，也若非洲一只超载渡船是因为风影上大变船，15个人死亡。有科学家伫高斯达黎加发现新物种，叫做咖啡水鸡，规只无到4公分长，暗时才会出现。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国又搁有海客发动网络攻击，不过这回甲英国无共款。以早是爱透过海客输入指令才会攻击，也即届是用 AI 的工具打造自主攻击系统，也就是讲，这系统毋但无需要休困，这速度阁真紧，甚至是有才调家己找出空隙直接攻击。今年6月初，运动部全国运动场馆资讯网忽然发现，云林县国民运动中心网页有不雅的连结。虽然运动部是赶紧下架，不过台湾相关部门受网络攻击的代志也是常常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所引述的内容讲，敢若是有中国的骇客用公开的 AI 工具做协同作业的自主攻击系统，入侵台湾政府的网站，扰乱民心，然后来去影响我们的舆论。比如说今天他如果骇客成功的话，他有可能他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政务网页，然后发布一些错误的一个讯息。金融时报讲 ，AI 工具伫咧7月初探查21个政府系统，入侵至少85个政府使用者的口座，摕到超过2500笔人事资料，甚至扩大攻击到台湾的协安会，抑个能源公司。研究人员发现，攻击者内部通信是简体中文，不过偷摕资料却是繁体中文，可能甲中国有关系。司法部讲，国安局的报告内面讲，去年中共对咱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侵扰数，平均一天有263万次。所以建立常态化监控加情资分享机制，只要涉及政府机关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情资，拢要同步应变停止处理。因为人还是要休息，但是透过 AI 的方式，它可以持续性的去找出一些弱点，在第一时间，如果发现有一些这种所谓临时的漏洞的话，它事实上可以透过临时漏洞来做一些直接的攻击。我觉得这个是过去这种人工的方式来看的话，比较起来，它的速度上面跟持续性的进攻上面会是更强。以前传统的骇客是用下指令码的方式攻击，不过 AI 无收费的指令码是依照现姿势的情形，快速做应对加自动化攻击。AI 会当摕来攻击，也会当摕来防御。但是要注意，用 AI 做防护，伫咧技术层面的思考权，是毋是让完全管控？若是无法度完全控制，是毋是有可能变做危险的后门，也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毋但派海客攻击，即马个单方面宣布要伫咧8月中旬要甲印尼伫咧台湾以东的海峡进行联合演练，主要是要做通信操演甲海上补给等项目。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就公布讲，因会派出防河舰，因为印尼迄边是来护护卫舰。咱的外交部除了批评中国破坏区域的和平，嘛伫咧第一时间找其他国家来了解，来甲印尼理清。也印尼海军有上新的回应，讲是因的军舰伫咧结束伫罗西亚演习了后，伫咧转来时会甲印度的国家进行交会演习，毋是作战的性质，是通过北国海峡的一项海军的传统。国军航空演习即要结束，中共探视庆关区域局势紧张，单方面宣布8月中要甲印尼海军舰艇伫台湾东部外海共同来演练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这区目。两委会强烈谴责中共挑衅行为，侵犯咱国主权。外交部讲，南方随向各方来了解，且请印尼方面来调查清楚，只能确认伫第一岛链周边，只有北京当局才进行安尼无负责任、为区域带来不安甲威胁的单方面的做法。印尼没有正式公布，他都没有公布，因为所以目前为止，这一个来跟红河舰的接触是中国片面宣布出来的，而且讲的好像他们两个专程在那边军演一样。对，不是光跟中共预划要做一个这个对豫的操演，他事实上跟日本，后续跟美国。一路上，他都做了这样的操演。我们怎么样联合我们的这个盟友，做出合适的应对？然后，也许是监控也好，也许是这个提出其他的对应措施。这我想第一时间把这些东西交代清楚，把它做好来，这个才能够安定民心。
国防部掌握中印海上操演伫军事上面未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学者分析，中共安尼做反制日本甲菲律宾海峡划界谈判，同时也向国际展现强军伫台湾东部外海甚至西太平洋有行动的自由，呛下美国意味真高。让外界去证明是说中国有能力在这个海域进行一个演习，甚至是中国在这边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邀请其他国家在这个海域进行军事的行动。国军继续对美国军事购买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负责生产交付 OTS 600M 攻击无人机予台湾，也甲中科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创办人拉奇接受外国媒体专访，对外讲向南方提供飞弹、低空攻击弹药，俗称自杀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合作中共侵犯台湾。We're delivering all kinds of things. We're delivering missiles. We're delivering loitering munitions. A lot of stuff that makes it much harder for China to get across the strait, land on Taiwan, and invade it. Also, air defense systems that are protecting some of thei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ome of their critical installations from attack from the Chinese. 对中共威胁区域稳定，也有台湾的安全，拉起讲希望会使参与组织战争，指出西方国家爱提悬中共侵犯台湾付出的代价，和台湾真济无达到公司目标。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印尼有一只渡船，唔知影什么原因熊倒火，加载船顶131人拢总平安。也伫咧非洲是有一只超载的渡船，那像因为风影上大，船来并船，造成15个人过往，阁有27个人也未找到。救援人员接到通知，即时出动，就看到船只渡火庆贺因。这只渡船透早印尼巴厘岛巴东拜港，驶向宁麦岛的半岛，熊渡火。救援单位即时派船甲直升机来救援。Dan kami menerima laporan tersebut bahwa kapal mengalami kebakaran di sekitar perairan Selat Lombok. Dengan laporan tersebut kami melaksanakan aksi yaitu pada 6.30 kami menggerakkan 1 buah. 风头应国强。请救生的游客伫救生艇顶头划划快快，真危险。甲载一个一个拢有爬上救援船，最后渡船顶114个人客甲17个船员拢顺利脱困上岸。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渡船顶头一只拖拉机渡火。伫宁麦岛的印尼海军部队发言人表示讲，渡船迄阵失去动力，渡火的原因还要调查。另外，非洲新巴威的卡里巴河发生渡船并船的意外，这只渡船是联络北部城市卡里巴甲几啊座岛屿甲钓鱼营地之间的交通船，会当坐90个人。不过，根据卖票记录，事故迄天有114个大人上船，加上可能有免票的囡仔，超载真严重。现场的人讲，渡船出发的时阵天气无好，可能是风影上大，得需严令失火来并船。救援单位除了派直升机甲船去救援，嘛动员唱水人员去救人。目前已经知影有15个人死亡，70几个人得救。不过，犹原有27个人失踪。卡里巴河是全世界脱水量上大的人工河，因为范围伤广，所以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车站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至少250人死亡。这个地震的深度有107公里，这是比真济地震搁较深。不过，所有这么大的破坏力，这点连专家都无法度解释。为了甲时间比赛，志工甲救援人员拍拼搜救。哥伦比亚警方嘛找搜救犬伫咧倒去的厝内底找找生命现象，连甲一只猫仔救出来，拢当互参与救援的人员欢喜甲变过。在地民众嘛主动斗相共，一个一个摆甲像链仔共款，斗相共甲叶皮啊清清咧。地震对板块交界哥伦比亚来讲，范势已经真惯势啊。不过这摆规模，若是写本世纪上强，佮出现连地震专家拢无法度理解的状况。Este bloque destruyó completamente. Sí, entonces, se queda uno sin palabras, qué pena, pero pues. But there's some sort of peculiar fact of this earthquake occurring quite deep compared to a lot of other earthquakes that actually might have enhanced the amount of shaking, and that will rely on some fur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understand why. 个月过前，委内瑞拉才发生极浅层2个大地震，这摆发生伫1000公里外哥伦比亚大地震。专家嘛认为，这2个无应该存在直接也是有发生的关联。这摆灾害了后的地震尾，关闭几千摆，嘛超过专家预期。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se deep earthquakes when they occur, sort of,
about 100 or more kilometers depth, they actually tend to produce fewer aftershocks than a shallow crustal earthquake. So again, it's not like a definite definite correlation, but it wouldn't surprise me if we see fewer aftershocks than what we expect for this kind of earthquake. 发生伫哥伦比亚西部、加比正侪所在有强烈地震，受影响的范围嘛伫咧哥伦比亚32个省当中有关尾14个。距离即摆震央大概70公里处，早伫咧1999年就捌发生过规模6.1个地震，迄年造成1185个人死亡，8500个人受伤，而且佫算断35000多栋的厝。即摆规模7.4个地震，死亡人数还佫咧增加。 破坏程度恐惊会超过1999年。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澳洲的人口直直增加，不过这起厝的速度却对袂着，地区出现欠厝的问题。澳洲政府稳2029年会完成120万户新厝，不过因为这建商的卡手无够，加上这建材的成本佫起价，即阵这施工的速度有较慢，恐惊是无法度如期完成。 澳洲大房主体建设拄到严重的挑战。澳洲政府为了要消除全国大房的危机，讲要伫咧2029年完成120万户新厝。即马完工的速度比预期落后27%。产业估计恐惊有15%的目标无法度照期限达成。伫布里斯本建商甚至因为你是找无工人，暗时家己走去工地灌浆。就知影澳洲建筑物的产能已经瓦近真崩，除了欠工，建商抑个拄着材料、燃油甲利率一直起，抑个融资困难。雪梨就有建案因为资金周转袂顺停工，而且市场一直搬，大家拢伫咧观望，互建商对转售无信心。路透社报道。 自2020年到呾摕到核准的公务工程有7成无动工，到6月底有3472间建筑公司因为财务危机，第一遍指派重经人接手管理。专家讲，虽然主体员工数自2005年16万5000户增加到20万户，但过成长的速度也是无法度实现政府的目标。 Recently,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my sand and cement supplier that gives us a lot of the raw material for build, and his price was gone up by 8%. That was about 6 months ago, and then 3 months ago, I got another increase of another 8%. 除了大房主体强劲，10月开始的人口普查也对另外一个方向记录澳洲社会变化。5年一遍的普查，第一遍互16岁以上的民众，家己经性向加性别认同，包括异性、共性、双性，抑个非二元性别的选项。这两个问题是自愿回答。澳洲政府伫咧进前发现有可能造成社会分裂为理由暂缓，要 LGBTQ+ 团体加一寡工党议员反弹，一概囥入去。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ese questions are included in our census and will give us our first ever comprehensive snapshot of Australia's LGBTQ+ population, where they're living, who they are, what sort of services that they might need across the country. 澳洲统计局讲，到普查日迄天早起已经收到超过500万份，估计上尾会完成要到1100万份。专家讲，英国、纽西兰抑个加拿大拢已经有同款的调查。 不过，澳洲对这两项调查的起步加更新的速度较慢，造成资料的透明度小可较落后。对大房供应到人口结构，澳洲正拄着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要怎样建设一个资料回应民众的需求，是一个新的考验。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 面对澳洲欠厝的这个问题，既然这徛家厝的数量伫咧短期内是暂时无法度增加，安尼就换另外一条路行。即马是有愈来愈侪人拢选择住伫这款组合厝内底。虽然这空间是有较细，毋过设备齐全，起造的速度嘛紧，已经成做是市场新的商机。 企业主迈进你的创业之路，是伫坎培拉一摆勇敢的开始。 基础研究认为，市面上的厝实在伤过细，都选择工厂生产组合厝做替代。伫中国制造安装伫商用卡车、拖车顶悬，被归类是旅行车，所以用设过某一寡建筑规划法规。真侪单元斗做伙，也可创造更较大的技术空间。顺利交厝了后，伊看到商机，开始为中国工厂生产微型甲模组化主体，佮运到澳洲交付。每个月用生产1000套拖车组合厝。 I can deliver this tiny house on wheels in a day. And if I was building it as a modular house on the ground, it's 2 to 4 weeks. 在新南威尔斯的昆比恩，
厝补助制造商科普利亚讲，这是符合未来需求的解决方案。They go together like Lego piec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aspect. So they're highly efficient for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s. 按过微型补助厝，伫澳洲的普遍程度远远比不过美国甲部分欧洲国家。原因有传统房贷制度之下，工厂负债主体无法度提到贷款，后买人用资困难，建商资金也受限，加上审批流程真麻烦，产业发展面临挑战。专家认为，产业规模扩大政策同步调整，这种主体成本甲速度优势，才可能真正发挥。It reduces the time to build a home, a standalone home, by up to 50%, and it can reduce the cost to build by up to 20%. 包含首都在内一寡地方政府已经考虑将补助化厝纳入公共主体项目，作为实现住房政策目标的方式，可能让这类建筑能发展正紧。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讲到北美洲的国家高斯达黎加，真侪人拢会先想到咖啡豆。不过，即马这咖啡园内底，唔但有咖啡豆，阁有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的一个新物种，就是咱图片当中会当看到这只，叫做泉水蛙。有人讲伊是咖啡水鸡。这种水鸡主要就是住伫咧咖啡园内底，规身躯无到4公分长，有深色的斑点，甲柑仔色的花条，而且日时要看到有较难哦。因为伊通常拢是伫咧暗时才会出现。暗茫茫的暗暝，科学家摕手电仔深入高斯达黎加中部太平洋沿岸的咖啡园，这届要找唔是咖啡豆，是最近才确认的新物种。La rana fue nombrada rana de las nacientes porque casi siempre o en muchos de los sitios encontrados está dentro de las áreas de protección de las nacientes de acueductos comunitarios o en las cercanías aguas abajo. Entonces creemos que 泉水蛤仔较无4公分长，脚只有一搭一搭咖啡色的，司机阁有柑仔色的花路，日时也藏起来半暝了后才点点仔走出来，所以也有人叫伊咖啡蛤仔。momento es muy prematuro decir si está en peligro de extinción o no, porque recientemente la venimos describiendo. La especie que pensábamos que era hace muchos años estaba en peligro crítico de extinción, la Itzmoila tica. 咖啡园虽然变泉水蛤仔的生态所在，人类活动使予这个所在充满危机。Esta rana puede tener amenazas como lo son la contaminación del agua, en la cual ella desarrolla todo su ciclo de vida, la pérdida de hábitat, cuando se invaden las áreas de protección, se cortan hierbas y arbustos en los cuales ella utiliza como refugio, como lugar para alimentarse, para desenvolver. 人类耕作方式对泉水蛤仔影响，嘛是科学家一步的研究重点。Es una especie particular porque se ha encontrado entre cafetales, plantaciones de café en la zona de Los Santos, posiblemente algunas de ellas con uso de agroquímicos, así que es interesante llegar a estudiar a la rana con más profundidad para entender cómo es que está sobreviviendo en estos hábitats tan alterados. 位咖啡园到实验室，细只的泉水蛤仔毋但替中美洲树蛤仔家族加添新成员，嘛互咱看到一杯咖啡的后壁，无定着腰创真济，也未互人熟悉性命。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伫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有一片蓝仔地，本来是有真侪只红鹤，不过因为有工厂把这海水引走，致使水位下降，这红鹤无法度找食，数量才会来减少。有专家表示讲，这生态已经去互人破坏啊，就要几落年才会当恢复。伫咧出日的时阵，红河伫咧水面优雅行动，这是西班牙安德鲁西亚的一大湿地，因为当地靠近海边，咸水滋养大量的甲壳类动物。马克运红河每当来到这找食，毋过有赏鸟人士发现，红河当地离开这片湿地，当地伫咧3月的时阵，还阁有大约800只红河，毋过到5月，煞敢若剩大约103只。主要原因就是湿地水位一直下降，互红河好袂着物件通食。Los flamencos, cuando ven que no tienen unas condiciones normales de vida, pues son animales que, como todos, se ponen nerviosos. Y en este momento que les falta la comida,
水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有附近的工厂引走海水来做盐，不过原本应该爱把海水送到湿地广线，却因为长期无维护，去互土刷塌去，致使湿地水位下降，水内养分嘛慢慢变少。专家强调，红河可能暂时会到其他的湿地找食，不过其他湿地食物有限，可能会甲其他的鸟仔抢食，造成红河数量减少。El perder una zona húmeda más, pues hombre, puede suponer la pérdida de parte de una población de aves acuáticas, porque uno puede pensar a veces que sí, hay otros humedales donde se pueden ir, pero está saturando esos humedales también. 虽然目前做盐的公司已经疏通管道，和海水搁一摆流入去湿地，不过专家表示，进前的情形已经干扰生态平衡，要和红河甲真侪水鸟搁再转去原本的栖息地，可能搁需要几冬的时间。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